歡迎收睇彩虹貓貓。今集我哋嚟到社區安全體驗館，準備好2個鐘頭嘅參觀啦。一入去就見到好多遊戲可以玩啦。不過我哋要先去聽45分鐘嘅安全社區講座，跟住每人會得到幾張遊戲券。分別係問答遊戲機、夾公仔機同掉彩虹。跟住落嚟嘅1個鐘就可以喺呢度玩遊戲啦。最後就喺小劇場集合，欣賞短片。首先嚟到神射閃避球，萬一遇到危險嘅時候，大家記得要閃避球啊！唔好掛住影相而留喺現場，好危險噶。然後我哋去 VR 體驗，我哋要扮演政府飛行服務隊，進行直升機拯救工作，好好玩啊！呢個活動感覺好真實，我好驚真係會跌落去啊！呢個係問答遊戲機，好似有5、6條問題，答中問題最後有獎品。題目同啱啱聽嘅講座內容有關，考下我哋頭先有冇留心聽。耶！我嘅禮物係膠紙啊！媽媽嘅禮物係紙巾筒，哥哥係交通燈鎖匙扣。呢個係反恐拍拍機，入邊有好多遊戲玩噶。6就停啊，6，跟住撳3字妹妹。跟住我哋去掉彩虹啦。我覺得都唔容易喎，掉咗好多次都掉唔中啊。最後姐姐俾我企喺最前邊掉彩虹。雖然我哋只係掉中咗1個，不過姐姐都俾我哋2個各揀1份禮物，係冰箱貼啊！每人玩1次夾公仔機，失敗咗。跟住我哋玩即影即有相機，啲相係免費可以拎走噶。呢度仲有其他遊戲可以玩，1個鐘都玩唔晒啊！呢度嘅遊戲都係同社區安全有關嘅。仲有其他 VR 體驗，跑快啲啊！要避開危險啊！最後我哋返去小劇場度欣賞短片，仲有問答有獎環節。你答啱咗問題啊，可以帶呢隻啤啤返屋企啦。今集時間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我嘅分享，歡迎讚好同訂閱我，記得 follow 同 like 我嘅 IG 啊！拜拜，下次見。